色道啦，蛋黄哥，才会，哎呀，哦，五色道你看深绿色啦，这淡绿色啦，黄绿色啦，还有黑色的紫色，还有图案的呢。去了上悬的，去了上悬的所在看较会清楚啦。人这东方斌先生照顾的，然后我照顾较遮水。你嘛当那上买农历8月份，国历8月份，近10月份下旬，哦，就可以长那么好了。有的农人7月种的，现在10月份都已经稻穗了，一片金黄了。这有看到长穗了吗？哦，凉凉的了哈，风吹来好凉凉的。哦，这里啊，有有机农场，有泰康有机农场哦，不撒农药，不用农药的，来这边吸新鲜空气，这边吹凉风，感受那种，没有毒的空气真好，还可以看高铁，欣赏五色道啊，有蛋黄哥，蛋黄哥用大自然的颜色来绘图，哈哈，很有创意啊。还要到最高楼看，就可以看得全貌更清楚，还有字，英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